宗保啊！哎，奶奶，木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？奶奶，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？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。木柯寨突发大火，一定是事出有因。老师没猜错的话，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。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。此时辽军出征，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！定是有人在作乱呢。娘，这，您老人家说的有理啊！哎呀，孩儿也觉得，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，都有人作梗，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。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，以尽早查出奸佞。需严道设防啊！孟良、焦赞二位将军，在。你们速速动身，沿途安营扎寨，以防不测。末将遵命。去吧。哎，副帅，我也去。也好，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，切勿独断任性。是，谢谢副帅。元帅您就放心吧，有孟良、焦赞两位辅佐少将军，一定会马到成功的。少将军，请。好，那我走了。爹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？哎呀，我不陪您练功了，我有点困，我回房睡觉去了啊。回来。哎呀，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，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。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。回来。贵阳，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？哎呀，你别提这个事儿呀！那不说不行啊！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？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？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！你说，咱木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10几年都相安无事了，你得罪他们干嘛呀？是不是？对，你说的对，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，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！你装睡觉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可知道你听得见。你心里想的什么？你憋的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？啊，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？跟黑炭头一样，啊！你不能去。我告诉你，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，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，大红马牵到后院了。您凭什么呀？您凭什么牵我枣红马啊？你还我马！来，来。不是，你是我爹。你要不是我爹，我早收拾你了。哎呦！我告诉你，娘，我爹打我了！你叫娘有什么用？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，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。你凭什么要守？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。你还我！就是不让你去。我偏要去！你还我枣红马！爹，你没事吗？哎呦，我闺女长大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敢跟爹爹动手？没有。来，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，往这儿来，来，往那儿打呀？来，您那么大岁数了，我这不2下就打坏了吗？哎呦，我都让你打坏了。我还真，那真打？打呀！爹，哎，您可受住了啊！来吧，打个3长2短的，可别怪我穆桂英啊！只有3长，没有2短，打！憋住气。好。疼啊！疼。
哎，疼就对了，听爹的话啊。爹，我不想嫁人。我娘死得早，我娘跟我说，她要是走了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你说你要让我嫁了，我跟谁照顾你啊？不嫁啊！不嫁！不嫁！别叫娘了！不嫁，咱不嫁啊！不嫁！你看小羊小鸡，对，听说要让你嫁，你看咱家的鸡呀、羊啊，都鸡飞狗跳了，咱不嫁，行了吧？不嫁！不嫁啊！我要是走了，谁照顾你啊？不嫁，闺女乖，不嫁啊！我不嫁了，谁敢要你呀？臭死了！好臭啊！哎呀，讨厌！你知道你腿漂亮，跟我显摆什么呀？要笑就笑出来，憋着更像男人。敢整我回来！你说你这老头，你总是神出鬼没的，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？这么晚了，你干什么去？我查哨啊。查哨就这样去了？攻其不备，方能了解问题所在。哦。啊。哎爹，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？这女娃娃呀，躺着比站着倔。胡说，净胡说，满嘴胡说八道。我没胡说八道。哎，爹，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。说。您说你这么多年了，一个人怪可怜的。你就说我们这女兵，你看上哪个，你立马带回家去。不是，我这人不讲究辈分儿。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，我立马喊他们叫娘。胡说八道！差一人，你哎呀，走！那我就帮你选了啊！胡说！走了。我就知道你没走。要我送你啊？去吧去。小姐，嘘。快说。杨梅、菜花，小脚过来。这怎么没我呀，少姐？去。有你什么事儿？长得跟男的似的。都说我像男的，我有那么难看吗？听完我说那次。记住了。行吧。嘘，蹲下。过来，出事了。寨主呀！你在等我呀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杨梅，我陪你去啊！哎呀，寨主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，不是他，对吧？怎么了，寨主？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？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？是不是啊？嘘，想我，寨主啊！习惯了。哎呀，去呀！狗肉上不了席，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。寨主喜欢巧。寨
寨主，你还是喜欢杨梅，对不对啊？喜欢我，喜欢我，喜欢我，喜欢我。谁教你们的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撒尿。走。干爹。寨主，别走啊！寨主，过来！完成任务，彩云姐，今天你们2个当值，是，打足精神，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。哦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你们2个跟我去城楼看看。好，走。哎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。是，彩云姐，是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坐，来。有点意思。来，这穆桂英啊，今夜定来偷袭，3位看我如何擒他。那孟叔，先行给你祝贺了。来，以水代酒。哎，好。哎，怎么着？我又说错什么话了？你脑子就不能拐弯吗？如果我不拐弯，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？哎，孟叔说的对。来，干了这碗，喝酒。喝酒，来。哎，宗宝，咱们这么做，是不是太张扬、太暴露了？36计，第1计，瞒天过海。不暴露，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。不对啊，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，马放南山，如何抵挡？来，跟我来。跟你来。别往那边走，那边有绊马索。来，这边来，看见没有？那边有陷阱。还有，去里边瞧瞧。干嘛呀？这是神神秘秘的。自己看。靠近木柯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！走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行啊，宗宝，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。啊，哎，八贤王高抬宗宝，其实啊，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，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，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。宗宝，你孟叔小手指不行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？
哎呀，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来，喝一口。来，干！哎，宗宝，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？教授啊，我俩是臭味相投。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。两面人？不对，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。孟叔，你说错了。小王爷，你说我俩是不是臭味相投？哎，教授，孟叔，在10岁那年，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。那只蛐蛐，大头宽翅，腿粗长牙，威武的就像楚霸王。小姐，他们就在那儿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啃肘子，再喝酒。肘子，小姐，咱们什么时候偷袭？一会儿等我信号吧。什么是信号啊？哎呀，闭嘴！都练了800多回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？哎呀，记一嘴压一嘴的。肘子。后来我俩高兴了，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。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。他站稳脚跟，仔细端详了半天。哎，他问我，蛐蛐卖多少钱？那个时候我才10岁，可是我讲价溜着呢。我讲着讲着，这银子就涨到50两，50两啊，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。就这样，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：“我不卖。”人家少将军说的是爱护市井，不对，我说的是爱护市井。别出动静。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，你知道他怎么着吗？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，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。巴黎大的蛐蛐，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。教叔、孟叔，您说我爹做的过不过分？这杨家向来用兵谨慎，出不起不意的。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？也许是杨宗保年少，没多少经验。我怎么听说呀？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？这要是换成现在，他敢这样吗？松开手以后，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，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，手指着帅印对我说：“小子，看见没有？你要不好好念书，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。”教叔、孟叔，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？怎么想的？在我的心里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。我就变成了从前在天波府，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。怎么，那是杨元帅，你怎么也称个亲爹吧？教授，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，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？我明白了，他是想引咱们从前营进攻，进入他的圈套。不但如此，我敢断定，他前营有陷阱不说，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。我还敢断定，步出这110米，一定有陷阱和半把锁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难道就白来了？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。那个爹？哪个爹？你不就一个爹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上次行事了吗？宗保，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？好什么好啊！我都这么大了，他还动不动就训我，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，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哎，喊呢？这回该你了，怎么成哑巴了？嘘，瞧我的，瞧我的，瞧我的！加油！
他来了，还带着男兵。不急，坐下，继续聊，咱们继续。报！杨将军，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。这个丫头不简单呐，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，可见是个读过兵法之人，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。你让前营的士兵2翼包抄，生擒穆桂英。遵命。一会儿啊，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。快！过来！上！这边！果然不出小姐所料。这边！那边！来了！走！快点！快走！来，这个可是真酒啊，满上！咱们啊，好，就尽情牛饮，干！来，干杯！教授，这个穆桂英，她爹是干什么的呀？他父亲穆羽，北汉名将，高祖夺得天下后，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。哦，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，原来是家教使然。名将归名将，缩居山林多年了，哎呀，落伍了。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。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，积攒了多少真东西？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，啊？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，怎么能跟你比呢？孟叔，您这是夸我呢，还是贬我呢？哦，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，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。哼！冲啊！宗保啊，变狂了！哎，教授，不是宗保变狂了，那是宗保自信。不自信何以带兵？自信可以打胜仗。宗保，看到你有如此长进，杨元帅征辽啊，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！宗保，什么时候你教教我，让我也学学？哎呀，不用单独教，你就跟在我后面，耳濡目染，自然就学会了。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？哎，对，来，臭味相投，来一个。走。快点！着火了！啊！将军，2翼帐篷着火了！什么？2翼？他们不是在后营吗？那2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？没有。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了声东击西之计，想让我召回士兵。不用管他，你负责救火就好。是。哎呀，战场刀光剑影，帐内将军谈笑饮酒，那才是大将风范嘛。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，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啊？来，继续喝酒，来。哎呀，小王爷，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？稍等片刻，我就把她带来见你。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，不会伤了她。好啊，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。那就来吧，再喝。来，看见没有，都是帮酒囊饭。来，
咱再去信一信他。不过你们要记好了，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3命，不可要命。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。明白了。大刀，走，跟上。好，来，好酒啊！喝，来，干了，来，把马锁。好酒啊！这样，啊，快走！黑脸杨宗保，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！快走！小爷就是。先走吧，先走，我不走。小黑脸，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吗？我没输，谁说我输了？我没输，谁说我输了？野丫头，杨宗保将军便是在下。杨宗保？怎么又来个黑脸老皮杨宗保啊？废话少说！哎，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，还那么善于用兵啊！哎，宗保，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。冷静点儿。我堂堂先锋官，斗不过一个村姑，我将来怎么带兵去预辽？哎呀，宗保，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。莫叔，你不用再安慰我，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。宗保，心烦意乱，就更不能取胜了。莫叔教授，不必多说了。哎，宗保，哎，你说你个死丫头，你真是，你偷袭宋营，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，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？你说你这不是？哎呀，爹，咱们木克寨固若金汤，他就是攻了咱前门，咱还有后门呢；攻了后门，咱还有地道呢；攻了地道，咱还有水道呢。您放心，他擒不住咱们的。你就是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孩子，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，你就作，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？啊！爹，我不是要气你，那人都欺负上来了，咱要是不反抗的话，人家以为咱是孬货呢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别急，说。干爹，小姐，门口又有人来挑地骂阵了。来了多少人马？1个人。啊？1个人，你瞎紧张什么呀？他这是要单挑。爹，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，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。快点，准备了。哎，闺女，爹求求你，爹，咱不逮了啊！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？我们压一人质，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？来，乖乖陪爹啊！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哎，不是，哎呦，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。哎，那是我闺女啊，我祖宗嘛。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我杨宗保专来擒你！你们这瞎嚷什么呢？啊？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？当然了，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，本小姐呢，今天就给他打下马，你们呢，就给我把他剁了。对，
山寨有降龙木，嗨，今天我就要去走。如果谁敢阻挠我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山寨有降龙木，嘿，妹妹我天天把守。若是你哥哥想去走，先过了寨门口哟。好，唱得好！对歌呢。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，快下马受降！本将军饶你不死。你口气不小啊！你谁呀你？就是你谁呀你？谁呀？哼，让你死个明白！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。不对呀，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？一天来一个，一天换一个样啊！就是啊，到底谁是杨宗保啊？天下就只有一个。那天那个黑小子是谁呀？正是本将军。你是知了猴啊，一天脱一层皮呀！少给我耍贫嘴，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！这。赶紧给我绑了！好，来，你先绑了，让他进去，别动，让你也跑不了。老实点，老实点，走。哼，走啊，走啊，别动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让他进来！放开我！走，放开！走。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，过来吧你！过来，别动！站好了，站好了。放开我！别动！回去来。老实点儿。闪！走啊！看什么看啊？走！走啊！走啊！别看！走！快点！小姐，您就说吧，您是想把它活埋呢，还是活剥？啊？想不到，还真是这个杨宗保，学上了。哎呀，你给我走吧你！干什么呀？走。
吃你狗呀你！呀，摇。老实点。哎呀，小姐，还说我老眼昏花吗？哎，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，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，还是活剥呀？这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啊！我要不用计，还真逮不着他。他真是杨宗保吗？绝对假不了。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？呀，你赶紧给我带花呀！你说我这样，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。哎，等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哎，你要不就，哎，带这个，哎，这个，来，这个，哎，这是烂菊花呀！什么呀？哎呀，你给我采去！我来不及了，如果这下去吧，啊，带这个吧。好呀。来，好了，好看吗？小姐，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。切，谁稀罕当元帅？我问你好不好看？宗保会不会喜欢？有没有女人味啊？不会。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，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。切，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。我不带这个了，换衣服。哦。我告诉你，杨宗保，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，今儿摆在你面前就2条路，要么你就求饶，要么你就死，选吧。不会求饶，要杀要剐你痛快点。还有股子豪气哈！你这么年少，杀了怪可惜了的。我就问你一句话吧。本姑娘今天请你，你是服还是不服啊？不服，用诡计为人所不齿。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，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？要真拼实打，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。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。你杨宗保是谁呀？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，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。好是好，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。谁笨了？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。我3岁念诗，5岁写字，10岁通晓兵法。哦呦，你这么聪明啊！你这么聪明，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！你少来！我们小姐高抬你了，要我说啊，你还不如猪呢。我告诉你吧。我就用了这么点计，就把你给骗入套了，还10岁就熟读兵法，吹牛呢吧？走！岁数不大，火气够大的呀！哎呀，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。笑死我了，小姐，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。那当然了，人家是谁呀？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。哎，彩云啊，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？一点儿，强多了。那可不一定。这杀猪的
比他标厚，花花太岁呀比他风趣。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，但比他实在。你就故意气我吧你！您跟人家来虚的，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。小姐，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胡说什么呀？